就係即係發夢遊咗魂。食咗藥之後，子浩而家做嘢係專心咗，但係有陣時兩母子都會為咗佢嘅表現而爭論。咁喺學校自然就坐唔定㗎啦。學校話你坐唔定，補習老師話你坐唔定，媽咪話你坐唔定，爸爸話你坐唔定，因為我媽喺度啫嘛。子浩嘅問題令到全職湊佢嘅媽咪壓力好大。我太太咧就好發脾氣啊，即係成日都好唔開心啦，咁甚至喊啦，係嘛？咁樣就個連鎖反應就係周圍嘅人都會話，唔係你太太覺得唔好啊，佢成日發脾氣啊咁樣，咁佢嗰個家庭咧就變咗好煩啦。父母睇唔到佢背後嗰種焦慮啊，自己同自己掙扎個專注力啊，用好多方法去令到自己讀到書啊咁樣。如果家長或者老師都唔知咧，一味咧係咁樣話佢咧，或者父母對佢哋個要求好高咧，佢哋都做唔到嘅時候咧，咁呢個細路仔咧耐咗咧就會放棄。子浩其實又唔係樣樣都冇心機，例如子浩好中意打機，亦都好中意睇書，書櫃裏邊嘅名人傳記同埋歷史書都係一套套咁，叫媽咪買俾佢睇，而且好快就睇晒。佢其實好多叻嘅地方啦，佢竟然咧，即係佢阿爸中意歷史咧，佢知道睇見咧，佢無啦啦睇到見到咧，佢果然可以喺2個禮拜睇咗個24次出嚟，佢突然間中意咗，佢不耐靜雞雞同我講，通宵喺度睇。ADHD 嗰啲人嘅腦袋咧係佢嗰個專注力咧個調節有問題，即係話咧佢一諗到悶嘅嘢嘅時候，佢即刻就跳掣，就想諗一啲得意嘅嘢，好快悶嘅。好啦，但係當佢去到佢哋中意嘅地方嘅時候咧，譬如佢嘅事業啊，或者去讀嘅學科好中意嘅時候咧，佢真係佢個專注力係犀利到咧係超乎常人嘅。尤生尤太話，子浩如果唔係因為呢個病，而家學到嘅嘢將會更多，所以有必要為子浩追翻失去咗嘅時間。而家佢食到藥，佢集中到啦，咁佢仲有好多嘢要學翻出嚟，要教翻佢，要慢慢等佢學習翻佢以前失去嘅嘢，希望可以慢慢教翻佢，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咯。黃玉珍係子浩嘅醫生，佢估計而家全港嘅兒童精神科醫生數目唔夠30個人，要應付眾多嘅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個案，人手係嚴重不足。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現存嘅機制夠唔夠醫生去睇呢啲 case 咧？即係話，如果喺學校老師大家都知道咁樣啦，大家老師一睇電視知道咗啦，咁點咧？老師話我呢班咧有3個，每個老師都話我呢班有2、3個嘅時候，咁啊好大嘅數字嘅咯喎。咁突然間產生咗呢種需求嘅時候，咁醫生方面點去接手咧？現時要診斷注意力不足同過度活躍症，係靠精神科醫生臨床斷症，透過面談同埋問卷去了解求診者喺屋企同學校嘅表現。例如，求診者會唔會不斷重複某啲動作，不停講嘢，又或者好似開住摩打咁。有時候，求診者未必係患有過度活躍或者係專注力不足，只係因為其他原因而有類似嘅表現，所以問卷嘅設計係包羅萬有，去幫醫生確診。如果你講緊呢啲書嘅症狀咧，你一攤晒出嚟咧，個個都有啲，係人都會有啲嘅。咁而家講緊個條線點畫咧，就係話佢成日都有呢啲咁嘅表現，而且咧係令到佢嗰個工作上或者學習上係出現咗問題。即係話持續性都有呢樣嘢，唔單止係有，而且咧佢係令到呢個專注力嘅問題咧，或者過動或者係衝動咧，影響到佢哋嗰個正常嘅生活嘅運作。現時全港大約有44萬個小學生，但係教統局話，當局只係掌握咗400個被確診患有注意力不足同過度活躍症嘅學童個案資料，每年嘅新症亦都只係得40至50宗。呢一個數字同醫學界估計一般有3至5嘅學童有呢類症狀有好大距離。教統局嘅教育心理學家話，除咗人手問題，有時仲要考慮家長嘅意願。
有啲家長唔同意啦，要睇醫生，佢哋話覺得即係好抗拒嘅。咁亦都可能有啲咧喺學校度又唔係出現太大問題嘅時候，咁亦都咧老師亦都未必話咁容易識別到出嚟。教統局現時有教育心理學家負責支援學校識別呢一類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不過人手就極度不足。同埋咧又可以俾佢零下。我哋教育心理學家咧就係有27位，其實個數目都好驚人嘅。我哋大概咧每一位教育心理學家咧係負責係30至40間學校咯。係咪好早嚟㗎？我上堂嗰陣要成日出畫嘅，同人哋傾偈嘅話。呢一班小朋友全部都患咗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呢半年嚟，小朋友同家長每星期都會嚟到診所接受葵涌醫院提供嘅行為治療。目前治療注意力不足同過度活躍症嘅方法主要係靠藥物同埋行為治療，病情較嚴重嘅一般都需要服用藥物。但係黃玉珍就話，一啲家長對於要仔女服食精神科藥物都好抗拒，以致延誤咗診治。大家都會睇下呢個精神科藥物嚟嘅喎，就好驚啊！於是就話唔通你話我就有精神病，於是就好嬲啦。但另一方面，醫管局亦都唔希望有過分斷症嘅情況出現。個個都話我仔讀書唔好啊，係咪食啲藥好啲好解決個問題咧？咁唔係㗎，你要睇下佢個問題係咩嘢。有啲可能佢有讀寫障礙，有啲可能佢智力。我諗第一樣嘢緊要咧，就係有一個正確嘅評估，如果係唔係呢個問題，佢個問題有幾嚴重。因為我哋又唔想即係過分敏感過分，因為美國早10年前咧就行咗呢條路，就係過咗火位，即係差唔多佢哋有最離譜去到可能1/3至1半細路哥都話係個個都俾藥佢食，咁又唔好啊！美國有研究話，囚犯當中有40%幾嘅人都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但係同時有醫學界都估計，世界上唔少成功人士，好似微軟嘅創辦人蓋茨，都可能係 ADHD 嘅患者。究竟佢哋嘅際遇點解會咁唔同？而下個禮拜，我哋會再睇下一個青年點樣喺26歲先發現自己有專注力不足嘅問題，而呢個病對佢嘅人生又有幾大衝擊。